點解相當努力嘅大多數人都冇辦法達成理想？點解歷史上嘅大人物能力未必係最頂尖，反而能夠成就一番事業？點解絕大多數人總係充滿焦慮同恐懼？無論身份係乜，係學者想學有所成，定係商人想建立商業帝國，都離唔開要理解最關鍵嘅一點：成事嘅底層邏輯係乜？節目開始之前，我哋先講講成事。想成事成功，有一句好出名嘅金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由牙牙學語開始，我哋就一直被教導做嘢之前要做好準備，但現實係好多準備最終都變成無用功，失敗係家常便飯，成功反而好似撞彩。點解會咁？其實唔使搞到咁複雜，就由我哋細個最早聽嘅寓言故事庖丁解牛講起。庖丁解牛分3個階段，新手期所見無非全牛，只見到一頭完整又好似好硬嘅牛，唔知點落手，只好用死力猛斬。過咗新手期，開始熟手，未嘗見全牛也能夠分辨出牛嘅筋骨同結構，識得用巧力去分開。最後先係精通期，以神喻而不以目視，只靠經驗同感覺就可以用最少力氣、最高效率分解成頭牛。有趣嘅係呢個故事基本上每個華人都聽過，但絕大多數人處理事情嘅方式仍然係用死力猛斬，而佢哋做決定嘅時候，卻往往極度依賴經驗同感覺，所以似庖丁解牛咁嘅高手，永遠都係稀缺嘅。點解？因為人性就係追求即時結果，考試係為咗高分，事業係為咗賺錢。好多時候人努力完，見到結果好就以為自己做啱咗，結果差就覺得自己冇天分或者條件唔夠。所以力氣大嘅新手去解牛，往往覺得自己係天才；力氣細嘅就覺得自己唔適合，或者諗住點樣令自己力氣變大。好少人會踏入第二步，真正去了解一件事背後嘅系統係乜。而造就高手嘅唔係力氣大，係佢哋必須面對嘅失敗。當大力士斬到冇氣，把刀都壞埋，力氣細嘅必須要解剖成頭牛，失敗咗就冇飯開。到呢個時候，人先會反思自己嘅做法。周易乾卦有講：或若在淵，然後先可以飛龍在天。意思係人必須經歷一次生死關頭，先可以蛻變有所成就。所以成事必須經歷2個階段：第一，要有足夠耐性同原因，持續處理同一件事，不斷試錯；第二，經歷難關後有足夠機緣，讓人可以重新反思成件事背後嘅結構邏輯。庖丁解牛呢個寓言話俾我哋知一個道理：工多藝熟，熟能生巧嘅前提係能夠系統地拆解事物嘅結構。而人性追求速成、功利嘅心態，好難令人有心機去鑽研事物本身嘅基本邏輯。就好似庖丁解牛成個故事，好多人都只係用嚟勸自己或者後輩睇下，庖丁都要用19年先練成神技。所以我而家未成功，只係因為唔夠努力。但好少人真係願意，哪怕只係稍為觀察一下事情嘅底層邏輯，就算佢明明好明顯。庖丁解牛原文第一句就係：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矣而為之者，殆已矣矣。用白話翻譯，即係時間係好寶貴嘅，知識係學唔完嘅。用有限嘅時間盲目去學無限嘅知識，係好危險同多餘嘅。明知危險仲去做，就好白痴。而庖丁解釋自己點解咁犀利，第一句亦唔係話自己有幾努力，而係話神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佢獲得高超技術嘅根本，係因為佢中意探究事物背後嘅原理，而唔係因為佢有幾艱辛努力。讀書時期嘅你，有冇試過主動拎起未來課程嘅書本睇一睇，再決定揀咩科？定係只係道聽途說？工作時期嘅你，有冇試過主動揾前輩問下行業前景同具體做法？定係隨遇而安？再講深入少少，任何時候了解底層邏輯都係好有效，但點解人性偏偏唔願意花精力去處理底層邏輯？因為喺熟練一件事之前，都會有一段反人性嘅過程。喺學習系統性知識時，正面回饋係好慢嘅，取而代之嘅係痛苦嘅解構過程，甚至可能要逼自己學一啲討厭嘅跨領域科目。因為熟練嘅首要條件唔係一時熱情，而係做邏輯上必須做嘅一環。想精進畫畫技術，就要花時間學少少生物解剖；想文章又優美又有深度，就要學少少數理同哲學嘅邏輯思考。到咗呢個階段，原本嘅熱情好快會消退，負面情緒接踵而來，絕大多數人都會打退堂鼓，永遠跨唔過龍門。任何人想真正熟習一件事，都必須經歷呢個過程。最初一定會唔適應，原本嘅驕傲會消失，會俾其他跨領域嘅人打擊自信，原有嘅學習同理解方式被迫改變。呢個時候，好多人會根據即時感受同反應，簡單判斷自己唔適合呢條路，然後覺得自己只係天分不足嘅平凡人。喺不斷蜻蜓點水咁試唔同領域之後，鬱鬱寡歡過一生。總結嚟講，無論係學習者想學有所成，定係商人想規劃事業藍圖，永遠唔好只靠一時熱情同感覺去做事，要先了解事物必須經歷嘅邏輯發展。事係客觀事實框死嘅。日常生活中有太多人相信，只要熱情同努力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結果做咗好多冇用功。太多人相信拔苗助長式嘅努力，
一時拼命耕田，一時擔心唔夠水，成日驚自己唔夠努力，天分唔夠，俾身邊嘅人比下去。其實單純用庖丁解牛嘅思路去理解成事嘅本質，如果真係做啱嘢嘅話，根本唔使強行消耗大量精力同冒極大風險，先可以獲得美滿結果。真正了解事情嘅關鍵核心邏輯之後，處理問題嘅方法應該係直接明確嘅，甚至唔需要用到太高深嘅學識。就以漢高祖劉邦為例，論打仗佢不及韓信，論計謀不及張良，論治國不及蕭何，甚至個人能力都不及項羽。佢一生之中亦冇太過刻意追求努力，甚至流民呢個詞都係因佢而起。但佢一生基本上只係堅持做兩件事：聽人勸，分析後覺得有道理，符合自己利益嘅事就去做；決策時被道德同情緒左右，願意為下屬付出，分錢分地。概括嚟講就係唔好做明知係錯嘅事，同相對公道咁分配成果。巴菲特嘅價值投資法基本上個個都聽過，唔識嘅都可以跟佢投資。但係巴菲特只有一個，做符合度嘅行為，唔需要太高明，想過好一生，亦唔需要識太多，唔識微積分，唔識生物化學，唔識寫文章。從數據上睇，對個好一生影響唔大。絕大多數失敗都係源自幾歲小朋友都識嘅道理：唔好吸毒，唔識就唔好亂投資，唔好亂過馬路，唔好感情用事，唔好輕率結婚等等。所以如果想游刃有餘、符合度，強行逼自己做一啲根本唔關鍵嘅事，只係為咗自己一時感覺良好，意義大嗎？需要嘅係拋開情緒同固有認知帶嚟嘅偏見，避免犯重大錯誤，然後不斷小心拆解情況，揾出阻力最細嘅有效解決方案。因此，麻木努力意義不大，方向同思考先至最緊要。有人成日話喬布斯用編輯改變世界，但首先實際上又有幾多個喬布斯？喬布斯之所以成功，基本上都唔係靠編輯。佢嘅發跡史係喺創業初期識到一班高價值、有技術嘅朋友，一齊搞個人業務。而咁啱當時大環境正係 IT 起步發展階段，喺一班 IT 技術員當中，佢又咁啱識得同技術人員溝通，兼且識美學同市場營銷，能夠填補團隊關鍵嘅空白。佢嘅編輯甚至唔係成事嘅主因，有時仲係佢致命嘅缺點。例如蘋果公司有款失敗產品 Power Mac G-CQ， 就係因為佢過分堅持正方形美學，忽略功能同市場需要而失敗。甚至喬布斯本人離世嘅原因，都係因為固執己見，唔聽醫生勸告，喺癌症初期冇及時做手術，最終惡化。做嘢嘅時候，不妨多睇睇呢啲聰明絕頂嘅企業家係點樣簡單咁失敗嘅，同埋能夠長遠發展嘅企業係點樣避免風險嘅。學佢哋點成功，反而冇乜大參考價值。去學佢哋點成功，往往只會得出一個結論：佢哋撞正風口兼好運。就好似李嘉誠成日俾人話，當初起家係因為有背景支持，但當年家世背景好過李嘉誠嘅人唔少。而家香港都係得一個李嘉誠。李超人之所以係李超人，係源於佢對風險嘅控制，對盈利嘅克制。如果翻開史書或者人物傳記，無論最後有幾成功，都會發現絕大多數計劃同預測同最終結果往往差好遠。而最終決定事物走向嘅，唔係個人意志對抗成個時代發展，而係一個人嘅意志能夠順應同驅使應有嘅規律。孫子兵法話：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成事嘅重點在於小心謹慎，然後揾啱方向。庖丁解牛最後亦係最精華嘅一段。每當遇到筋骨交錯盤結嘅地方，我見佢難搞，就會處然為戒，目光集中，動作放慢，落刀好輕，直到關鍵解開，成功嘢自然散開。處然為戒呢四個字就係高手同普通人嘅分水嶺，唔係喺順境中衝鋒陷陣，而係喺遇到複雜結構時，心存敬畏，極度專注，用最細緻嘅動作去破解關鍵節點。世界就好似一片迷霧，我哋面對嘅從來唔係一頭規格標準嘅牛，絕大多數人冇足夠機緣或者心性去花額外精力探究萬事萬物背後嘅結構，而呢樣正正就係我哋製作《尋香記》嘅初衷，以庖丁解牛嘅心態深入訪談香港各界人物，由技術人才到企業家，由藝術家到學者，唔係只想聽佢哋成功嘅故事，而係一齊拆解佢哋眼中嘅牛係乜嘢結構，佢哋喺邊度處然為戒，佢哋揾到邊條游刃有餘嘅路徑。我哋希望透過呢啲具體嘅解牛實錄，揾出一種超越死力嘅思維方式、系統嘅眼光、解構嘅耐性，以及對關鍵節點嘅敬畏。